约翰福音第17章，耶稣讲这话了后，举目向天讲：爸啊，时已经到，愿你荣耀你的囝，互囝通荣耀你。你有将统治万民的权柄赐互囝，互伊通将永远的活命赐互一切你交代伊的人。永远的活命就是认捌你是独一的真神，搁认捌你册内的耶稣基督。我已经伫地上有完成你交代我的工作，来荣耀你。爸啊，现在求你，互我伫你面前得到荣光，就是创世以前，我伫你面前所有的荣光。你对这世间拣出来互我的人，我已经有将你对因显明，因是你的。你有将因互我，因已经有遵守你的话。现在因知，你互我的，逐项拢是对你来的，因为我有将你互我的信息互因，因已经接受，佮真正知我对你遐来。佮有信，你找我，我为着因祈求，毋是为着世间人，是为着你互我的人祈求，因为因是你的。我所有的一切拢是你的，你所有的拢是我的。我有通过因得到荣光，我无搁踮这世间，不过因要踮伫这世间。神的爸啊，求你用你互我的名保守因，通互因成做一个，亲像咱是一个。我甲因做伙的时，我有用你互我的名保守因，我有保护因，拄去注定灭亡迄个人，一个嘛无灭亡，通互圣经的话应验。现在我特别去你遐，我要伫这世间讲这的话，是要互因心内充满我的欢喜。我有将你的话互因，世间人怨恨因。因为因毋是属这世间，亲像我毋是属这世间。我毋是求你甲因带离开这世间，是求你保守因脱离迄个邪恶者。因毋是属这世间，亲像我毋是属这世间。求你用真理甲因圣化，你的话就是真理。亲像你有找我入世间，我嘛找因入世间，为着因的缘故，我家己分别做成，互你用；互因嘛通通过真理分别做成，互你用。我毋那为着你对世间拣出来，互我遐的人祈求，嘛为着对因所讲的话，来信我遐的人祈求，通互因拢总成做一个。爸啊，亲像你伫我内面，我嘛伫你内面。求你互因伫咱内面，通互世间人信，是你找我来。你互我的荣光，我嘛有互因，通互因成做一个，亲像咱是一个。我伫因内面，你伫我内面，是要互因完全成做一个，通互世间人知，是你找我来。嘛知你疼因，亲像你有疼我。爸啊，你互我遐的人，我伫倒位，我嘛爱因甲我做伙伫遐，通互因看见你赐互我的荣光。因为你伫创世以前已经疼我。公义的爸啊，世间人毋捌你，毋过我捌你。这个人知你已经有差遣我。我已经有互因捌你的名，嘛要继续互因捌，通互你对我的疼伫因内面，我嘛伫因内面。